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天我们来聊聊在美国借人车子的问题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想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，Lisa 频道的会员制度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给我支持一下，谢谢。娃娃 TV。到美国来之后呢，我听说自己的车子还是不要随便借给别人开会比较好，甚至有些人说呢，在美国呢，车子跟女朋友是不可以借人的。更狠的还有人说呢，必要的时候呢，女朋友是可以借人的，但车子绝对不行。这样说大家就应该知道，在美国大家有多不愿意把车子借给别人了吧？其实在美国把自己的车子借给别人呢，并不违法，只要你的车子呢有保险就可以。在美国车子呢一定要有保险才可以上路，问题就是这个保险，美国的汽车保险呢是跟车子不是跟人的，而我是这台车子的保人，如果我把这个车子借给不是这台车子保人的人，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叫做 A 朋友好了，我把车子借给这个 A 朋友，而这个 A 朋友呢不在我这台车子的保险人名单中，那么出了什么事情呢？第一负责人是我，不是这个 A 朋友。我的保险呢需要承担所有的损失赔偿，如果不够的话呢，才会用到这个 A 朋友的保险来支付剩下的费用。那如果好死不死这个 A 朋友他自己没有保险，肇事之后呢，我的保单不够赔给人家，或者是这个 A 朋友他有保险但也不够赔的话呢，那么受伤方是可以告我的，他可以要求我要赔偿剩下的损失。当然了，我也可以找这个 A 朋友自己掏腰包来赔，毕竟是他造的事嘛。如果他还有良心的话呢，应该是会赔给我的。不过呢，这都是私底下的问题，法律上的负责人呢是我，所以人家找的呢也是我。如果 A 朋友他就是耍赖不赔给我的话呢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另外，事故之后会被涨保险的人呢是我，而不是这个 A 朋友。所以结论就是呢，在美国不要随便把车子借给别人，除非你超级有钱，不怕事故之后的赔偿，那你就借吧，不然出事之后呢，可能连朋友都不用当了。其实我觉得不借朋友车子可能只会影响一点朋友之间的关系，他可能就是觉得你小气了一点，但如果借了并且出事之后呢，影响的呢可就不止朋友之间的关系了，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人生，所以借还是不借呢，大家就自己衡量吧。我家之前也有朋友从台湾来找我们玩，我们一起从加州开车到 Oregon 去玩，路途遥远，但我们也不敢让我们的台湾友人换手开车，虽然他们也有驾照，但因为没有保险，而且是开我们的车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不敢让他们开，只好自己慢慢开了。其实如果你有亲友要频繁使用你的车子的话呢，那就把他们也加入你这台车子的保险人名单吧。像我家就是这样子，我家有5个人3台车子，每台车子的保险呢都有我们家5个人的名字，因为不知道谁哪天需要开哪台车子嘛。前几年我家有亲戚来我家住一阵子，因为他们也要开车，所以我们就把他们也加入我们的保险。等他们离开之后呢，我们再把他们的名字从保险里面拿掉，这样子也比较保险，免得出了事故之后就很麻烦了。老实说，在美国租车也蛮方便的啦，也不会说很贵，不用一定要去借别人的车子，出了问题真的很麻烦。要是真的是朋友的话呢，就不要找人家麻烦了。自己租个车子很方便的，加上自己再把保险保好保满，就算出了什么事情，把整台车子撞烂也不用赔。当然我不建议大家把车子撞烂啦，毕竟出门在外还是安全第一啦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说到这里，我是 Lisa， 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加分享，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去帮我 follow 按一下赞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